过来看到高雄的检警进前咧调查诈骗洗钱案，发现到有一个共犯，就是花莲县消防局的队员，协助将诈骗所得的钱汇去中国。即马经过法院审理，这个消防队员被判刑3年2个月，专案也可以当上诉。伫花莲县消防局指挥科，大家心情拢真低落，因为平常时表现真好的同事省的消防员，互检方查出涉嫌诈骗，原本佮期待伫接受调查了后，严刑惩罚，想未到判有罪。该员本局已经办理停职当中平常的考核，我们是认为他工作也蛮认真的可能就是因为一些经济上的一个借贷那造成该员的一些违纪的一个行为产生了这是高雄市侦办一个诈骗案件的时阵，也着车手甲成员发现钱分配汇入省地消防员的户头，伊佫用地下转汇兑的方式，将钱化证归零交予中国诈骗的集团，不法所得80万。已属指挥第3线车手取款的车手头，参与犯罪的程度较第2线车手更深，又非法办理国内外汇兑业务。认定被告犯3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及非法办理国内外汇兑业务等2罪，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2月。省地消防员伫花莲县消防局指挥科负责勤务中心派遣工作，2006大地当时完成上百个救援电话勤务，被叫做救援英雄，即马涉嫌诈欺，宣刑上诉，不过已经损害消防形象。记者综合报道。